大家諗下，如果有一日我同你講，我哋而家呢個世界可能只係一個巨大程式入面嘅一個場景，你會唔會第一時間覺得，喂，又嚟啦，Matrix 睇太多啊？但如果我話你知，模擬理論唔係科幻，而係一個連頂級物理學家、哲學家、科技狂人都認真討論緊，而且幾乎冇辦法被否認嘅理論，呢下係咪開始有啲唔同？今晚我唔想同你講陰謀論，我想同你慢慢拆解一個問題：點解我哋活喺模擬世界呢件事，可能係一個無法被推翻嘅可能性。我哋由一個好簡單嘅問題開始，大家諗下，你而家望緊嘅世界顏色、形狀、聲音、溫度、觸感，你以為你直接接觸緊現實，其實唔係。你見到嘅紅色唔係紅色本身，只係某個波長嘅光打到你眼睛，再由大腦翻譯出嚟嘅畫面。聲音唔係聲音，只係空氣震動。觸感唔係觸感，只係神經電信號。換句話講，你由出世到而家，從來冇直接接觸過現實，你只係活喺一個由大腦即時渲染出嚟嘅內建模擬世界。呢個已經係第一層模擬。好，咁你可能會話，咁都只係感知問題啫，唔代表世界本身係假㗎。好，咁我哋去到下一層。如果你將世界不斷放大、放大、再放大，你會見到咩？細個我哋學世界係由原子組成，後來發現原子仲可以拆，再拆就係粒子。但去到最底層，物理學家發現一件好詭異嘅事：現實唔係連續嘅，而係一格一格嘅。時間有最細單位，空間有最細單位，能量都係一份一份。好似咩？好似像素。大家諗下，如果你設計一個虛擬世界，你會唔會用無限解釋度？唔會，你一定會有最細單位，因為運算成本太高。現實世界居然都有解釋度上限，係咪有啲唔自然？但最恐怖嘅仲未嚟。量子力學入面有一個現象叫觀察者效應，意思好簡單，粒子喺你未睇佢之前係唔決定狀態嘅，直到你觀察佢先會揀一個結果。大家停一停，認真諗清楚呢件事，點解一樣嘢要有人睇先至存在一個確定狀態？呢個情況就好似一隻遊戲角色，只有當鏡頭對住佢，畫面先會被渲染。鏡頭一轉走，後面係唔係真係存在，定只係一行程式碼，等你返嚟先再生成？物理學唔小心講咗一句好恐怖嘅說話：現實好似係為觀察而存在。好，到呢度，你可能已經開始覺得背脊有啲涼，但我話你知，真正令模擬理論無法被否認嘅，唔係物理，係數學同邏輯。有一位牛津哲學家叫尼克波斯特羅姆，佢提出過一個3選1嘅推論。佢話以下3件事至少有一件一定係真嘅。第一，所有高等文明都會喺發展到某個階段之前自我毀滅。第二，高等文明對模擬祖先完全冇興趣，從來唔會運行模擬。第三，我哋而家幾乎肯定活喺模擬之中。問題係，如果科技可以不斷進步，運算能力無限上升，而人類而家已經開始模擬簡單世界、簡單生命，咁第三點會唔會其實係最合理嗰個？因為只要有一個文明成功做到大量模擬，咁模擬世界嘅數量會遠遠多過真實世界，咁令我出世嘅機率自然就落喺模擬版本入面。唔係因為我哋特別，而係因為數量壓倒一切。到呢度，我想你已經明白一件事：模擬理論最恐怖嘅地方唔係佢好癲，而係你揾唔到一個方法可以證明佢一定係假。你無法跳出宇宙，你無法關掉程式，你無法見到底層碼。就算你見到所謂嘅漏洞、物理極限、宇宙常數調得啱到離譜，你都只可以話一句：好似好人工，但你冇證據。不過講到呢度，我想反問你一個問題：
如果我哋真係活喺無意之中，咁又點？你嘅痛苦會變㗎嘛？你嘅快樂會變㗎嘛？你嘅選擇仲有冇意義？諗深一層，就算係一個程式世界，你嘅感受都係真實發生。就算係一場遊戲，你仍然係用第一人稱去體驗。可能模擬理論真正想問我哋嘅唔係世界係咪假，而係當你知道一切未必係真，你仲會點樣活？如果呢個世界係一場模擬，你而家做嘅每一個選擇就更加重要，因為你唔係背景角色，你係運行中嘅意識。至於熒幕後面有冇人睇緊，程式會唔會有一日關掉，呢啲問題可能本身就係設計嚟永遠唔俾你有答案。大家諗下，係咪好神奇？